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元旦开放进口。政府的猪肉仪表板的网站顶礼拜就线，逐工拢会来公布着进口猪肉的内质检出的批数甲重量。但是出现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到初7为止，美国猪的进口量也是挂零，但是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系统显示讲，初4迄天已经有108吨的美国猪肉进口了。那安尼咧，石榴树讲，因为这个查验合格资料会马上进入去自动化的系统，但是仪表板都要等到后续海关来放行，才来换新猪肉的这个数字。石榴树猪肉网站资料，西班牙、丹麦、加拿大数字直直冲，台湾人上挂新的美猪1公吨拢无。若是透过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系统，会使看到1月初是有5批冷冻猪肉、猪肠、猪肉鸭、烹料等等108公吨的美国猪进口资料，一个石榴树煞有2种数字。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，那我并没有接到它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资讯。讲这美猪还未进入市场，原来肉品进口是由会先查验，若是合格，这数字就会进入边境查验系统。不过，佫需要其他相关的部会，比如农委会一并检验做了，海关才会通过。猪肉网站就是要等海关通过才会改资料。确实，伫10号透早11点了后，就出现美猪的资讯。积极在更改这些程式跟系统，那要配合仪表板的资料，每天在11点公开这些资讯。那我们会尽速赶快把资讯做了同步。石榴树的评估2个系统要互数字伫网站公布。赶紧要出来讲话，毕竟猪肉网站当初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家己讲的，就是要互民众看清楚，敢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进口。即马煞互发现数字无够新，而且佫有淡薄慢。